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 Florence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明珠角高層 B 單位，實用面積為720尺，係一個3房嘅單位嚟嘅。我哋一齊睇下。一入門口見到客飯廳，已經見到業主嘅心思啦，係一個好新淨嘅裝修嚟嘅。咁我嘅選擇呢，就會喺呢個位置放餐台啦。而近門口呢個位置呢，我就會放啲儲物櫃啊、鞋櫃之類咁樣。呢個凹窿嘅位置咧嘅距離比較適合放梳化同埋電視啊，所以我就會選擇呢度放梳化，呢度放電視櫃嘅。影埋個景觀俾大家睇下先。雖然係望樓景啦，但係都比較開揚嘅。呢邊都係啦，景觀係非常開揚。呢個單位咧陽光非常充足啊，連廚房咧都覺得分外光猛啊。咁佢係一個 L 字形嘅櫥櫃啦，非常實用啦。星盤龍頭、明火煮食、抽油煙機，爐頭隔離仲有一個工作台可以俾你預備食物嘅。影埋個單門雪櫃俾大家睇先。呢個單位咧係有2個洗手間嘅，呢個係客廁。而隔離嗰間呢，就係有個企缸嘅。第一間房適合擺一張3尺嘅床啦，隔離咧可以放一個衣櫃，又或者係書台都 OK。第二間房咧兩邊都有窗嘅，非常方正，我諗足夠放一張 Queen size 都冇問題啊。門口隔離咧就足夠放一個衣櫃啦。第3間房都係2面窗嚟嘅。一樣啦，啲房非常闊落嘅，足夠放床啦、衣櫃、梳妝台，應該都冇乜問題。呢個單位非常實用啊，好適合一家大細居住啦，又或者係學生合租嘅。如果對呢個單位都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啊，我係中原地產 Florence。